透过熊来学习认识上帝，认识这个我们信仰的真理。因为这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看2本书，一本是什么？圣经，另外一本呢？大自然这本书。我们要透过跟大自然学习，来更多的认识上帝。那我们上个礼拜记得吗？这个小熊的妈妈怎么发生什么事？为了要找蜂蜜，结果一直挖，一直挖，最后怎么样？落石把母亲压死。所以这个小熊是不是要自己想办法生存下来？人生有时候有很多你以为美好，这个时刻还很美好。还记得上个礼拜影片，他跟他妈妈多快乐，吃那个蜜，多快乐啊！没有5秒钟，那石头就掉下来，从此跟他妈妈就永别了。我们从大自然的动物、植物、昆虫，我们可以认识这位创造的上帝，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学习很多的真理。当然，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比动物更怎么样？宝贵，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形状所造的。接下来呢，动物之间的故事，它怎么样自己一个人生活着，自己一个熊生活，谁养它？没有人养它。当然没有人，但是上帝透过什么养他？透过大自然，甚至于让他遇到了什么？另外一个大熊。只是这只大熊还没遇到他之前，这只大熊就先受了怎样的伤？咔嚓！那个是谁？人有多高贵呀？人是完全的败坏，只为了什么？拿枪出来，只为什么？你以后会越来越明白，这2个人专门是在捕什么？熊，他只为了要熊的什么？毛跟皮。人就是这么的坏。那动物呢？动物就很好吗？有人跟我提出说，那动物它有犯罪吗？它有错吗？有没有？他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你不是动物，你可能不知道啦。但他有没有想过？从今天影片有没有？没有。那只熊被咔嚓的时候，后来发生什么事？他马上就怎样报复了嘛，对不对？哎，不要轻看。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马上报复，把那2个人的马怎样伤害。所以这世上，当我们亚当夏娃犯罪，就是他们想当上帝的时候，就像这2个人想当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这个影片目前还会持续，下个礼拜还会持续。我们一直要来看最后，就像我们的人生的旅程，有时候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答案。你我的旅程是不是这样？你会不会问为什么？什么原因？这个礼拜的灵修手札，今天的是什么？我们开始看什么？约伯记。所以等一下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读约伯记。在我们的周报里面，青年这个周报我们有分享这个约伯记第1章，昨天的我们怎么样子透过灵修手札，让我们更认识上帝，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所以是不是灵修手札你有做？如果有，请你打勾。所以你想要，有人没有吗？有人没有手册吗？可以先，如果没有，你可以拿你如果借看也可以借看，等一下还。如果你没有，你就要拿一本，然后写上你的名字。
好，那我们等一下出去小组长，因为今天有一点乱，因为我们文化的长青在这里，所以我们没有位置坐在一起，所以请等一下，如果你们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签名一下哈。你如果有来，你就在那边签名。好，那你的上个礼拜我们分享有马上行动的，啊，你就来签个，请 PPT 帮我放一下好吗？谢谢。好。好，那我们要来打开我们的手册，我们背我们今天的金句。来，请打开我们的手册。手册在哪里？第几页？第几页？23页。好，我们来背我们的金句。今天的金句是什么？好，我们来看23页的第2要明白什么使人远离美好。是什么使人远离美好？罪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来读罗马书7章18节，请。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我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啊，讲到我的心坎里，刚才那个句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想要做的善怎样？立志由得了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就这个意思。只是我们这个是比较容易懂的版本，我们再来读2次好不好？请。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我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好，再来一次，罗马书7章18节，请。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我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想要立志，我想要好好读书，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只有靠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来，再来7章19节，请。我所愿意的善，我却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好，再读一次，请。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把它背起来。我们每一次自己说气自己，我怎么这样，我怎么样？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么坏。叫做完全的败坏。你看刚才那2个猎人，你有没有看到？他对准了那个熊怎样？就是要他怎样死。可是他自己的马呢？他却不理他。他自己的马掉眼泪，他却心里很难过哎。有没有？人。好，来，我们人发生了什么事呢？好，那我们呢？今天要来看今天1月24号，好，那小组长等一下，如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坐在一起，所以会等一下小组长我们再补，我们签名一下好不好？请帮我放这个影片哈，不是那个泡泡那个我们呢就要透过我们将近2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补药6个礼拜我们就结束，好，那我们就是透过一步的学习。你如果还是不是很明白，没有关系，你不可能一次明白，我们要用一辈子来明白。我们只要先明白，愿意接手一件事就好了。什么事？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你只要决定有一个人来帮助你，因为刚刚讲，我想要怎么决定，我都没有办法。你只要愿意相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这就够了。那你慢慢会来了解。所以我们透过2年课程，我们希望慢慢的能够怎样成为一个我们灵命可以得着建立，我们可以开始慢慢来参加服事，我们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我们也可以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来传扬福音。下一张好，可以给我遥控吗？好，培训就是我们这不是课程，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旅程。所以旅程我们可能不是一次就到位，你可能有很多不明白的，就像影片只是要帮助我们从大自然中我们去了解这位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去了解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败坏。好，那这个引起我们愿意去追寻这个真理就够了。所以我们透过了什么？下一章，第一个是我们认识那个赐予美好的他这是我们就开始来想到底有没有上帝。好，第一节课到底有没有上帝？既然上帝如果是灵，
那我们华人都讲举头三尺有神明，那到底有没有？好像有可是你告诉我在哪里？讲不出来，也摸不到，也看不到，也闻不出来。但是到底有没有神？我们感觉就是有。所以我们第一天，我们就来发现上帝的踪迹。不管从大自然，在人与人之间，我们就发现这上帝在哪里。更浅，我们就透过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宇宙，我们摸得到的，我们踩得到的这个宇宙，我们来认识。就说，那从这个宇宙当中到底有没有上帝？这里人类就目前为止有4种说法啊。他说，宇宙根本不存在，只是虚幻的啊。这宇宙是虚幻，那你踩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答案看起来不怎么能够让人家接受，对不对啊？好，这宇宙呢，到底有没有人？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它一直就存在嘛，你不要啰嗦，它就在就好了。这个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我好像没办法说服我还有人这样讲，宇宙就是这样，biang biang biang就跑出来，反正它随便 biang biang 就跑出来，好像科学家很多这样讲，但课本是这样写，但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科学家变成基督徒，原因就是好像这个答案不是那么让人家心服口服，于是开始有人想，科学家想。那么一定有一个宇宙是被造的。好，你说宇宙传到你卖公汉的代际，你讲近一点的好不好？好，传到手上有一个什么 ？computer。有一个 computer， 哇，这英文好好哦，发音很棒。有一个电脑，请问这个电脑怎么来的？这电脑怎么来的？工厂做的，直接讲答案。好，如果套用刚才那个逻辑。直接就是一定怎样？有人怎样？一定有人造的嘛，所以一定有一个什么创造主嘛，所以这个创造主怎样？一定是很伟大，因为他把宇宙创造的真的是很精密嘛，好，那我们就解决了目前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透过这2个管道传道，希望能够透过2个管道来，那这是上个礼拜的。这是上个礼拜我们透过电脑，那法文里面呢就有想到说，到底电脑用代名词是阳性或阴性？上个礼拜我们在讲，透过我们熟悉的电脑，法文怎么来描述这个？这个是阴性还是阳性呢？男子组就讲了这4个，说电脑是怎样啊？对，第4个最经典啊，他说怎样？还有第三个，这个电脑呢，男子组认为说。它一定是阴性的，最小的错误都会存在记忆体里，很久之后仍然可以提出来，就像女人一样。他对了这个电脑的认识这样好，来，女人呢觉得它应该是阳性的，为什么？第4个最经典，一旦男人就像男人一样，选定了一台电脑，却发现如果再久一点，就会有一台更好的出现，旧的就不想要了。这个男人好像是这样，所以你看光是电脑，结果是谁获胜？女子主获胜，好像女子主看法很多人赞成，所以就光这个电脑，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人的看法，连男女都不一样电脑怎么叙述它，怎么定义它，连男女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对宇宙，我们如何能够从一个角度就了解全面呢？所以我们做一个小真理：这位上帝是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可是我们呢，是有限的人，我们如何能够用看得见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既然这位上帝这么好，我们怎么样用看得见的上帝来认识呢？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传道尝试的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方式看得见的来描述这一位上帝，所以我选定有其中刚开始会用宇宙，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对宇宙好像没有那么有兴趣但是电脑很有兴趣，大自然，所以我们会用这2轴线，用电脑跟大自然，跟大自然我们会透过影片的方式，还有圣经，我们透过这样有限的来认识这位无限，结果会怎么样？当然无法完全连一个电脑我们都无法完全的给它说明白，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光一个电脑，男生女生看法就不一样那么对这位神，我们怎么有办法用
我们很短的生命，我们很短的经历，去描绘说，哎，这个上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所以没办法，没关系，神应允我们。我们如果愿意去寻求，我们就会寻见。只是有时候不是马上。就像今天开始了约伯记，约伯刚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衰事会遇到他身上，他不明白，最后他透过什么明白的？大自然。好，先预告。所以我们跟着我们大家一起灵修手札，好不好？你就会发现这个旅程不是你孤单一个人，除了传道，还有小组长，还有很多人，我们一起陪伴，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上帝是爱、真理、公义、和平。或许你还不懂，或许你还不相信，但是没关系，有一天你要懂。有一天你在灾难中，你在苦难中，你只要记住上帝是爱，发生任何事情，上帝因为爱你的缘故。如果你有困难、有疑问，请你找小组长，找传道，好吗？不要放着，就不问自己一个人那边想。或许你问我，我也不知道答案，因为我讲的你不一定你能够了解，不一定你能够知道。或许我也不知道，但是请提出来，在互动当中，神也在我们当中。这个旅程，我们越互动，我们就越了解上帝，越了解自己。好，那我们上礼拜讲，这上帝跟我们什么关系？又亲密又远，因为圣灵说，我只要愿意接受主耶稣。主就在我的里面，就这么近，可是怎么好像又感觉不到？所以你需要天天到上帝面前经历上帝，你就会发现他在里面，你会发现他在很大的地方，在大自然里面，每一个地方你都看得到上帝的踪影。好，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就想说，生活中我们美好事情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却发现这美好持续不了多久啊。我们今天影片也看到，其实人生也一样，真的实际是持续不了多久。所以这是我们在101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希望的这只是5要里面，我希望用这样子，但是我希望以后的每一个课程，我都是希望可以大家能够理解、经验到的。所以我用影片有没有用大自然？这一次用的是熊的故事，这个大自然跟人的互动，好。然后呢，也用电脑，我们发现，原来创造它的人是美好的，心意是美好的。像电脑造它的人是原来希望他做得很好，能够 working 很好。可是你会发现常常中毒啊！请问这个毒是设计的人原来创造就希望他中毒的吗？不是，常常都是那些怎样恶者把那个骇客把里面放进去嘛。他自己想要怎样？我很行，想要当上帝啊！人也是一样，人会因为不美好，就是因为什么叫罪性？什么叫罪性啊？罪性就是不合神的标准的，叫罪性，就是你想当上帝的，你不想等待。罪性就是很多你看得见不好、不合神原来那个属性的，那个就是罪性。那我们现在不明白，或者是你明白没关系，好不好？神传道邀请你不明白，给自己一个机会，等待，或者是你来找传道或小组长，我们陪伴你一起来找寻这个答案。好，人因为违背上帝的旨意，然后我们就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大家记得吗？亚当跟什么？夏娃吗？好，上帝创造了什么？上帝创造了亚当，对不对？好，然后他觉得他好像不够，怎样？他有一天，这个亚当发现怎样？好像不够好上帝其实不是瑕疵品啊，不是说创造了亚当以后说，好像不够，再创造夏娃，不是。圣经的原文是说，上帝其实要让亚当怎样？自己察觉，我好像这样不够好你察觉了，我就再创造，从你的肋骨创造一个什么夏娃来帮助你。那你会说，传道夏娃是不是比较小？被创造的，因为材质不一样，是这样吗？不是哦，原文说怎样？上帝要怎样要创造夏娃，让他成为什么？帮助者。帮助者在哪里？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写帮助者。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用同字哦。所以我们女人，神看不看重啊？拜托，很看重啊。所以上帝真的很奇妙，
他有时候叫你，主动叫你，你就是不理，你就是没办法察觉，你就是没有办法醒悟过来，就像这个亚当一样，神没有马上赐给他夏娃，要让他察觉到说，哦，我一个人不好。所以，亲爱的适婚的弟兄姐妹，神不是没有为你预备，是要等到你察觉，哦，我好像一个人不好，那时候神就早就已经为你预备。好，当人呢面对自己生命的实况的时候，我们刚刚有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很空虚。真的，你或许你想啊，很热闹，有时候你觉得很热闹，可是我就是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最后就是没办法。我就觉得人生为什么这样这么空虚？明明来教会很热闹，可是回去又是我一个人。或许很热闹，大家明明在聚餐，那为什么我就觉得提不起劲？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这趟旅程，我们会慢慢来发现这个。所以有人这样形容，他说人呢就像丝音走调的乐器，发出来是发不出那个正确的声音，那么失去了音准，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失准，就叫做什么？罪。失准就叫做罪。所以罪原文的意思有什么？不中那个靶心。好，所以你没有在神的标准，其实你就是罪。好，在创世纪里面呢，他说了人的景况，刚才传道有讲了。那神给人最宝贵的就是自由意志，好，给亚当夏娃选，好，他只有说什么？他从哪里得罪神？不可以吃那棵树，那棵什么树？啊，善恶树，对不对？的果实，分别善恶的果实。好，那蛇就说：“蛇就来了，你的上帝是不是说跟你讲都不可以吃？”这个夏娃马上怎样？我没讲哦，我的上帝说什么都可以吃，只有一颗不能吃。有时候你多跟那些人讲，你就上当了。他说：“我告诉你，不至于死啦。”诱惑都是这样。我的儿子曾经8年级的时候跟我说，一大早6点要起来。他说他要去哪里？他说：“妈妈，我今天要去赚500块。”8年级可以赚什么500块？我只要去那边坐一坐就好，穿黑色衣服就好了。那叫什么？啊？那个去帮人家不是维士，只是去帮人家参加告别式。我爸口堂谈，好不好赚？好像蛮好赚。也不会死啊，妈妈，我不会拜拜哦。我是帮助人家做好事人家那个很孤单，没有人敢怎样，拱拱锵，没有，我也没有锵哦，我只是坐在那里，跟我爸口谈，不会死啊，不会死，我没有拜他。亲爱大家，诱惑就来，跟蛇一样，不至于死吗？我告诉你，我的儿子从这里走偏了，他甚至还去帮人家抬什么？人家做那个庙会的时候。所以不要轻信，真的不要轻信那些蛇，那些什么，那些骗你的人。我们就相信这位上帝。好，我们就因着我们怎样？我们常常心被诱惑，而且我们常常软弱。我们自己想要决定读书，我们自己想要决定，我不要生气，我不要生气，下一秒就讲，biang biang biang。你越决定不要生气，结果生气越大，因为情绪不是用这样子，情绪你要好好管理。如果你有这个困难，请你来找传道，好不好？好，你对传道可以生气。好，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小组，可是社青我们有小组，我们要来马上行动，就察觉自己的不美好，察觉自己无法，察觉自己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好，那愿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旅程。神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他。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